第19章，耶稣入耶利哥，拄经过的时阵，有一个人名叫撒该，做税吏长，是一个财主。伊要看耶稣是怎样的人，只因为人多，伊的身量阁矮，所以袂得看见，就走到头前，爬上双财树，要看耶稣，因为耶稣的确对遐经过。耶稣到迄位，举头一个看，对伊讲：撒该，紧落来，今仔日我的确踮伫你的家内。伊就赶紧落来，欢欢喜喜的接待耶稣。众人看见，就私下议论讲，伊竟然到罪人的家内去住宿。撒该徛地对主讲：主啊，我将所有的一半互送向人，我若误诈一罪，就刑以4倍。耶稣讲：今仔日救恩到这个家，因为伊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。人子来要找拯救失落的人。众人拄听见这个话的时阵，耶稣因为将军耶路撒冷，搁因为因掠做上帝的国特别显出来，就另外设一个譬如讲，有一个贵胄去远远的所在，要得国倒来，就叫伊10个奴仆来，交互因10鼎的银，讲：恁去做生意，直直等我倒来。伊本国的人却愤了，差使者缀后去，讲：阮毋愿意这个人做阮的王。伊既然得国倒来，就吩咐叫遐个领银的奴仆来，要知影因做生意赚偌济。头一个上来讲：主啊，你的1鼎银已经赚10鼎。主人讲：好，良善的奴仆，你既然伫第一岁的事上有忠心，通有权柄管10座城。第2个来讲：主啊，你的1鼎银已经赚5鼎。主人讲：你也通管5座城。搁有一个来讲：主啊，看你的1鼎银伫遮，我将伊包伫手巾内藏着。我原是惊你，因为你是一个严厉的人，无放落的就要去摕，无种的就要去收。主人对伊讲：你这个歹的奴仆，我凭你的喙定你的罪。你既然知我是严厉的人，无放落就要去摕，无种的就要去收，为什么无将我的银交互银行？等我来的时阵，连本带利拢通摕倒转来呢？对迄个边仔徛地的人讲，抢伊1鼎来，互迄个有10鼎的。因讲：主啊，伊已经有10鼎了。主人讲：我甲恁讲，凡若有的，要加互伊；无的，连伊所有的也要抢过来。到伫我遐个仇敌，毋爱我做因的王的，将因拖来伫我面前抬。耶稣讲完这个话，就伫头前行，上去耶路撒冷，将军毕法奇甲毕大尼，伫一座山名叫加那山迄位，就找2个学生讲：恁去对面的乡舍内，入去的时阵，的确看到一只驴仔绑伫遐，是从来无人徛过，通透开牵来。若有人问为什么偷伊，
你就讲主要用诶。体的人去啦，所拄着诶，拄拄亲像耶稣所讲诶。因偷驴仔诶时阵，主人问因讲：偷驴仔做甚物？因讲主要用诶。因就牵到耶稣迄位，将家己诶衫铺伫顶面，扶耶稣徛上。行诶时阵，众人将衫铺伫路顶，将军耶路撒冷，拄拄落迦拿山诶时阵，众学生因为所看嘅一切诶异能，拢欢乐起来，大声学乐上帝讲：奉主名来诶，是应该着学乐诶。伫天顶有和平，伫至高诶位有阳光。众人中有几个法利赛人对耶稣讲：先生，责备你诶学生吧。耶稣讲：我甲恁讲，若是因合喙无讲，这个石头的确要拗叫起来。耶稣特别到耶路撒冷，看见城，就为伊啼哭，讲：巴不得恁伫这个日子，知影关系你平安的事，无奈这个事现在是稳藏的，互恁的目睭看袂出来。因为日子得要到，你会对的确起来，起土蕊，周围围塞哩，四面困牢哩，搁要扫灭哩，甲你内面的儿女，连一块石头也无留伫石头顶，因为你毋知影眷顾你的时阵。耶稣入殿，赶出殿内做买卖的人，对因讲：圣经讲，我的殿的确称作基督的殿，恁反转互伊诚做贼收。耶稣日日伫殿内教示人，祭司长、甲文士、甲百姓的尊长，拢想要杀伊，总是找袂出法度，因为百姓拢暗耳孔听伊。